博士，我们给雅迪一个惊喜哦，晚上帮他庆生。哦，好哎，那我来准备那个生日蛋糕。好，等一下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他说晚上一起聚餐。聚餐这样会不会太明显啊？应该说什么太明显？雅迪呀，你什么时候站在那边的啦？你怎么都没说话就出现在我们旁边啊？你们两个怎么怪怪的？为什么这么慌张啊？而且我刚刚好像有听到你们要 Q 哈来去大丢西 ，Q 哈来去大丢西，没错。Q 哈来去大丢西，大丢西就是合伙吃东西聚餐的意思，所以 Q 哈来去大丢西就是一起去聚餐。一起练习一遍哦。Q 哈来去大丢西 ，Q 哈来去大丢西，懂吼。因为博士啊，对，博士不是突然想喝蛤蜊汤吗？对，所以约我们去喝汤。对了，是我想喝蛤蜊汤啦。说到蛤蜊汤，我就会想到，我很讨厌那整碗蛤蜊汤就会有好几颗没有打开的。我妈妈有说过哦，要新鲜的蛤蜊煮熟了才会打开。不过为什么煮熟的蛤蜊会打开啊？哦，那是因为啊。我是蛤蜊，我是虾子，喂，我是螃蟹，我们是海鲜三人组。嘿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好像越来越热了？好热哦！煮好了，好香哦！新鲜的蛤蜊，在它的上面有个小小的柱状，就是它的闭壳肌。这个闭壳肌可以伸缩控制贝壳的开合。当我们加热的时候，这个贝柱就会缩小，就没有办法再控制贝壳开合。于是煮熟之后，它就是打开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晚上就跟我们去喝蛤蜊汤吧。不行，我晚上有事，你们去大丢西就好了。不可以啦，你一定要去。为什么？为了庆祝我生日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知道了啦？哦，被你识破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是瞒不住我阿迪的。其实不用这么客气啦，请我吃牛排就好了啊。而且博士请客。好耶，博士请客耶！那家很贵，月底了。